冠状病毒 Coronavirus COVID-19 文录音张福珠医生。21世纪的百年大瘟疫武汉肺炎，国际名号做冠状病毒症2019，简称 COVID-19。病毒名叫严重急性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，简称 SARS Coronavirus 2。其中的 SARS 就是2003年造成台湾73人死去的中国肺炎。咱来了解这只病毒的构造，请看图像。病毒亲像一粒球，大小是125 nm，nm 就是纳米 nanometer， 一粒原子大约是 0.5 nm。病毒有圆圆的外壳，外面有尖尖的刺 glycoprotein spike S protein， 内底有微团物质 RNA， 外面有尖刺，就是会把病毒带入去人体细胞内，予咱破病的武器。所有的病毒本身拢毋是完整的细胞，无在着家己生存，要靠寄生伫有活命的生物才会活。冠状病毒靠尖刺搭伫咱的细胞表面，把 RNA 注入去细胞内，命令细胞制造病毒的 RNA， 这就是复制。等候病毒 RNA 制造到野的时，细胞就病破，病毒就四界走，走到别个细胞，继续命令制造病毒 RNA， 细胞继续病破，就安尼予人破病。即马会了解是病毒特别爱侵犯咱的心脏、腰子、肺部，所摆下面的人特别较危险。慢性腰子病、慢性阻塞性肺病、免疫不全症、体重过头重、严重心脏病、糖尿症等。有啥物药物会当治疗武汉肺炎？眼时前无清楚。随网报纸、电视有讲到专门治疗马拉利亚的 hydrochloroquine， 原来对付伊波拉病毒的 remdesivir， 甲原底对抗 AIDS 的 lopinavir、ritonavir 若像有效，但是着搁等医学界确认。药物治疗的原理是阻挡病毒的复制，甲治疗流感同款原理，互病毒莫复制遐济，所摆愈早食愈好。疫苗是上届值得期待的救星。疫苗的作用是互咱产生抗体，这抗体会甲病毒外面的尖刺包起来，互尖刺袂当带病毒入去细胞内，这才是根本的法度。毋过，什么时阵才有通用，即马也毋知。凡说今年年底以前就有，嘛可能像 AIDS 疫苗安尼，全世界研究20外冬，也未做出来。上简单佮有效的法度，也是挂喙嗡、接洗手，毋通乌白蒙、鼻目喙，甲保持社交距离。